大家好，歡迎收聽居明誤語，我係李居明，幾百億身家傍身，日日揾高僧拜師續命，傳聞唔惜重金飛去國外洗血換器官，但呢個被傳聞講到神乎其技嘅人，淨係功夫皇帝李連杰，而佢副眼珠突出、滿面衰敗嘅殘相，根本唔係甲亢，而係前半生嘅冤孽追到上門討債。一個人老咗之後嘅相貌，其實就係佢這輩子親手寫低嘅因果係本。任憑你富甲天下、權勢滔天，世間所有虧欠，遲早都要一分不差還返嚟。大家睇下呢幾年流出嘅李連杰近相，徹底感覆咗大家對佢嘅所有印象。當年着住長衫腳下帶風，一拳打出半個江湖嘅黃飛漏，嗰種殺氣騰騰，單憑一個眼神就鎮住全場嘅霸氣。依家連影都揾唔到，而家嘅佢滿頭白髮雜，亂乾膚，面若皮肉，鬆弛垮塌。完全掛唔住骨相，最驚人嘅一雙眼突兀暴起，眼窩深陷成兩個黑洞，眼神空洞慌亂，成日好似身後有無形嘅嘢緊追不捨，半生奔逃，最後終於跑唔動避唔開。坊間江湖人直情話，而家嘅李連杰殘到鐵底，認唔出半分當年影達冠霸主功夫皇帝嘅氣勢都冇剩，得一副被病痛心債界熬乾榨盡嘅殘冠。呢幾年關於佢嘅傳聞從來冇斷過，而且一個比一個嚇人。有人目睹佢出席公開活動，全程離唔開輪椅，勉強起身行幾步路都要兩三個人實力扭扶，腳步虛浮飄搖，踩地都冇力，好似隨時會跌倒。仲有業內消息流出，話佢每年不惜砸落幾十萬上百萬巨資，專程飛去歐洲做頂級洗血療程，反覆過賴全身血液，只為強行續命。更誇張嘅講法係佢私下高價四處尋男匹配器官，願意耗費天價更換體內衰敗零件，只求多撐幾年陽壽。你諗下，將全身嘅血過流一遍又一遍，係為咗乜？係因為佢心虛啊！佢感覺到體內嗰股氣喺度漏緊，點補都補唔返。呢啲唔單止係醫學問題，係老江湖講嘅五衰相現，錢可以換血換零件，但係換唔走命中注定要還嘅債。好多人睇到呢啲畫面都掩不住氣後感慨，手握幾百億身家，隨時可以調動全球最頂尖嘅醫療資源、最名貴嘅藥材、最資深嘅醫生，隨時候命。點解偏偏救唔返自己一副健康皮囊？大家諗下，錢可以買到最豪華嘅病房、最先進嘅儀器，卻買唔到一夜安穩好覺。錢可以請動舉世頂尖嘅醫療團隊，卻補唔返五臟六腑耗盡嘅元氣。錢可以勉強更換身體衰壞嘅零件，卻永遠抹唔走刻入骨血嘅雞欠，還唔清這輩子積落嘅人情債。大多數人只係以為甲亢拖垮咗佢，但其實大家都睇錯咗。呢一身賤疾、滿面衰敗，只係表象真正嘅根源。早在30幾年前，佢親手趕走自己福星嘅那一刻，就已經種下咗崩塌嘅禍根啦。呢個改變佢一生命運嘅女人，就係佢嘅結髮妻子體操師姐黃秋燕。70年代北京體校滿院都係搏命練武嘅少年。黃秋燕比佢年長2歲，性子溫柔善良，做事踏實勤快。自從李連杰細細個入隊開始，就一直係呢個師姐默默照顧佢，練武極度拼命，摔傷扭傷骨裂係家常便飯。每一次受傷都係黃秋燕偷偷帶自家藥酒，趁午休幫佢魷魚消取，舒筋活辣。北方寒冬刺骨，佢練功手腳凍到僵硬，黃秋燕就熬耳親手，熟手套球為根，從來唔捨得讓呢個師弟受半點痛苦。嗰陣時日子清苦，練功疲累不堪，連一支汽水都捨不得買。但有黃秋燕嘅體貼陪伴，李連杰從來冇覺得過日子難為。後來一部少林寺，讓10幾歲嘅李連杰一夜爆紅，鋪天蓋地嘅名氣撲面而來。少年一朝成名，心氣自然飆咗，身邊圍滿咗巴結奉承嘅人，滿意都係吹捧讚美嘅說話。唯獨黃秋燕從來唔攀附唔討好，只係日月既往叮囑佢拍戲小心顧好身體，唔好透支自己。嗰陣時嘅李連杰名氣在外，內心浮躁，唯獨待在黃秋燕身邊，先可以得到片刻踏實安穩。之後拍攝南北少林，一場高危動作戲讓佢從高處重摔落地，脊椎重創。當時醫生直接搖頭，斷言佢好大機會下半輩子笪瘡唔在床，終身殘疾。諷諷時圍繞身邊嘅人聽到消息紛紛四散離開，唯獨黃秋燕二話不說，日日駐守醫院，端屎端尿，擦身按摩，寸步不離。那段黑暗無望嘅日子，只有黃秋燕一路死撐陪伴。李連杰壓在床上動彈不得，心態崩潰，脾氣暴躁，動不動就發泄怒火。黃秋燕從來唔頂嘴唔抱怨，默默打理好所有閒事。
每日扶住佢做枯燥嘅復健訓練，一步一步陪佢重新學站立、學行路，日日練到周身大汗、筋疲力盡。當時醫生都話佢嘅康復係醫學奇蹟，但得李連杰自己心知邊有什麼奇蹟，只係黃秋燕用自己最寶貴嘅青春、全部嘅心血，硬生生將佢從輪椅邊鬼門關前拉返嚟㗎。徹底康復之後，李連杰第一時間就向黃秋燕求婚。當時嘅佢誓言旦旦，話呢個女人係自己嘅救命恩人，一生貴人，這輩子絕對唔會辜負半分。講到呢度，大家試下心平氣和諗下，一個女人攞青春幫你擋災，你發達之後撇低佢，呢種債係咪錢可以還得清？覺得還唔清嘅，喺留言區打個冤孽。想知李連杰點樣一步步將呢份福氣變做索命符？記得先點個訂閱。我哋接住睇成婚之後，李連杰一心想去美國學路搏更大嘅前程。黃秋燕二話不說辭掉國內嘅鐵飯碗，心都話埋陪佢漂洋過海遠走他鄉，初到落山腰嘅日子，完全冇外人以為嘅風光，反而滿目能量，語言不通，人脈全無，處處碰壁。兩個人只能擠在潮濕陰暗嘅郊區地下室，牆壁長滿霉斑，終日不見陽光，白日都要開燈先可以睇清嘢。當時黃秋燕已經懷有身孕，大肚中山，行動不便，不但冇人悉心照料，反而要撐住身體，日日洗衣煮飯，出外打工幫補家計。佢去西餐廳做雜工，雙手長期浸泡在冷水裏，凍得紅主發，暈布滿裂痕。收工翻屋企仲要強撐疲累新官。為情緒低落嘅李連杰煮熱飯熱菜嗰陣時，李連杰自己跌入谷底，長期接唔到氣，日日閉門抽煙發悶，成日將生活壓力同負面情緒發洩喺黃秋燕身上。即便如此，黃秋燕從來冇半句怨言，只會溫聲安撫佢，話夫妻同心其利斷金，再難嘅日子熬一熬一定會出頭。大家認真睇呢兩組對比畫面，諗下就知咩係真正嘅因果輪迴，世事無常。當年黃秋燕喺樂山洗地下室，日日洗盤子，洗到雙手取晒滿手傷痕，咬牙撐起成頭家。幾十年之後，李連杰手握幾百億身家，飛去國外砸落數百萬重金，洗血續命更換零件，一窮一富一苦一賒一捨一求。兩幅畫面搭埋一齊就係最刺骨嘅冤孽與報應，你話係咪？當年嘅地下室係李連杰一生最窮最落魄嘅時光，卻都係佢最有福最心安嘅日子。身邊嘅女人唔氹佢名，唔氹佢利，只係一心一意對佢好，盼佢好。黃秋燕根本就係李連杰嘅定海神針，係佢命中嘅守護神。守護神在位，你點跌都唔會死，有佢在，就算生活再艱難，前路再迷茫，都有人幫佢兜底，幫佢擋災，幫佢鎮住一身運勢。當年嘅李連杰大概都以為呢份安穩會相伴一生，熬過低谷就可以同糟糠之妻白頭到老虎。盡今來講到呢度，唔知大家有冇諗過？如果你係黃秋燕，捱盡苦難，等嚟嘅係咁樣嘅結果，你會唔會懸憐佢？可惜名利最容易迷人心性，人一旦風光上位，就好容易忘記自己從何而嚟。重返香港發展嘅李連杰，遇見咗正值冒風、風情萬種嘅亞洲小姐利智。當時嘅利智容顏絕色，氣質出眾，係全港萬人追捧嘅夢中情人，輕輕鬆鬆就奪走咗李連杰所有嘅目光。佢鐵底靈陷，公開話遇見利智先係真正嘅愛情，前20幾年嘅人生統統白活，為咗呢份一時入迷，佢將昔日恩情患難誓言、結髮妻兒統統抱諸腦後，遠在美國地下黑嘅黃秋燕，生完細女尚在坐月子，拖住兩個年幼女兒，日日苦等丈夫歸嚟撐起頭家。而香港嘅李連杰卻面對鏡頭侃侃而談，願意為新歡付出一切，甚至捨棄生命。冇幾耐，李連杰飛返美國，鐵石心腸同黃秋燕拋牌離婚。據當時知情者講，黃秋燕聽到離婚兩個字嘅時候，成個人直接不呆，懷抱細女，身邊立住大女，眼淚失控狂湧，連大聲哭都唔敢，怕驚親兩個細路。佢苦苦哀求，望住多年情分，望住兩個可憐女兒俾佢一次回旋餘地。但李連杰心意已決，半分情面都唔留，火速簽字離婚，執拾行李轉身就走，絕不留戀。當年嘅佢走得有多淡淡，今日嘅報應就有多刺骨。離婚之後，佢幾乎讓黃秋燕淨身出戶，冇樓房，冇留足夠能養費，將一母兩女丟在人生地不熟嘅異國他鄉，任由佢哋自生自滅。那段歲月，黃秋燕嘅日子能量到極點，帶住兩個細路四處漂泊，住過朋友屋企嘅沙發，打過3份兼職壞日子。最落魄嘅時候，銀行存摺剩低幾十蚊港紙，連下月房租都無力支付。
當年嗰個體校風光、無兩陪他共度生死嘅糟糠之妻，最後竟然落到異國洗盤、舉目無親、無依無靠嘅下場。而拋妻棄子嘅李連杰卻迎嚟咗人生最無風嘅時刻。黃飛辣系列爆火全亞洲，功夫皇帝嘅名號響徹華人圈，片酬翻倍暴漲，身家節節攀升，積聚8億，發到豬頭。咁佢對利智極度寵溺，豪擲千金買豪宅置珠寶。利智投資失利，雞空幾千萬，佢二話不說全力填坑，甚至瘋狂接氣透支身體，只為討新歡歡心。佢將所有嘅溫柔體貼、財富、耐心統統傾住俾咗利智。而嗰個陪他熬盡苦難救過佢性命嘅女人，早就被佢鐵底遺忘棄之不顧。當年無數人鬧佢忘恩負義、薄情寡義，但風光無限嘅李連杰根本毫不在意。佢自以為有本事有財富就可以掌控一切，隨心所欲，以為拋棄糟糠只係追求真愛，冇任何過錯。嗰陣嘅佢太年輕太中張，根本唔識得男人一生嘅福運氣場貴人從來都唔係憑空而來。陪你捱過低谷受盡委屈，真心盼你發達嘅發妻，根本就係你命中嘅守護神，係你嘅定海神針。你一親手趕走佢，就算賺再多錢，都只係喺度透支自己嘅陽壽同福報。大家對比佢前後半生就一目了然。黃秋燕在身邊嘅時候，佢仲使歷經重傷，遭遇挫折，次次都能逢凶化吉，絕處逢生，就算差點日蒼眼都能重新站起，重回洞峰。但自從爆氣發妻趕走福星之後，佢嘅事業一路高飛，名利雙收，身體卻從此埋下崩潰嘅種子，日復一日，悄悄雞損，逐漸敗落。年輕時武術底子深厚，縱使拍戲遍體立傷舊傷棍，休息幾日就能恢復元氣，所以從來不以為意。但歲月無情，因果不能人。年紀漸長之後，所有隱藏嘅舊傷積壓嘅心病，一次性全面爆發。大家熟知嘅甲亢只係最表面嘅首狀。後續心臟舊損、脊椎舊傷反覆發作，五臟氣血失調，層出不窮。甲亢擾亂氣血，導致雙眼嚴重突出，眼神慌亂驚恐，完全冇半分從前嘅沉穩霸氣。睇面上嘅老江湖都知，呢種相叫做神光外泄，係人體精血耗盡、元氣失守嘅大凶之相。大家認真睇佢而家對眼，完全唔係普通人年老嘅自然玩樂，係長期心火過旺、禁水耗乾、心腎不交導致嘅虛浮空洞。眼珠暴突欲出，眼神尖散，無神事物，飄忽不定，完全聚唔起半點神韻。中醫同命理講得通透，心主神明，感主藏精。一個人長期深藏愧疚，滿心焦慮，終日不安，心火就會不斷焚燒體內精血，日積月累，精氣神鐵底耗空，最後所有嘅心病都會清清楚楚寫喺塊面雙眼之上。好多人仲會問，只係離婚啫，使唔使反噬得咁嚴重？其實從來都唔係簡單離婚咁簡單。最致命嘅係，對方從來冇對你不住，從來冇辜負過你，反而捨命陪你，捨青春救你，你卻為咗一時美色、眼前名利，狠心辜負，無情拋棄，任由佢同骨肉喺異國受苦受難，孤立無援。呢份深入骨髓嘅虧欠，日積月累壓喺心底。年輕時忙於追名逐利，察覺唔到，等到年長體虛，夜深人靜，病痛一身之時，呢份心虛同愧疚就會無限放大，日夜折磨心神，耗損元氣。呢種看不見摸不着嘅心理煎熬，先係最致命嘅折墮。日積月累嘅內耗，會讓人日夜難眠，心神不寧，氣血雞空，慢慢變成滿面枯敗、眼神驚惶嘅奔相。所謂相由心生，從來都唔係迷信，只係最真實嘅人性因果。你心裏藏住幾多悽欠，幾多不安，塊面就會顯出幾多衰敗，幾多自喪。睇到呢度，如果你覺得我講嘅有道理，記得點個訂閱。我哋接住揭開利智，到底係佢嘅命中貴人，定係佢一世都避唔開嘅情劫？大家再諗下佢瘋狂洗血、擲錢續命、四處尋晚器官嘅行為，就完全明白佢嘅慌亂同無助。人越係擁有一次，就越係貪戀人世，為喺死亡。何況係曾經風光、冇2萬人敬仰嘅功夫皇帝？但係任你花幾多錢，揾幾多頂級名醫，都只係徒勞無功㗎。從面相同氣場嚟睇，佢嘅氣數早就散咗，成個人就像一個底部穿咗大洞嘅水桶，你不斷往裏面灌名貴藥材、新鮮血液、頂級營養，最終都會通通漏走，半點都留唔住。氣散則神散，神散則身敗，五臟六腑失去氣神兜底，再先進嘅醫療、再昂貴嘅保養，都只係治標不治本，勉強吊住一口氣，根本救唔返早已雞空嘅福運同元氣。身體嘅傷口可以用手術修補，用藥物調理，但心上嘅雞欠、命中嘅冤孽，永遠冇得醫冇得補。
你當年傷過嘅人，欠下嘅情，雞掉嘅義，最後都會變成甜身嘅減疾，躲唔開嘅劫數。日日夜夜提醒你出得嚟行，預咗要還坊間。成日講男人財多身弱，好多人聽唔明。其實講穿咗好簡單，邊使什麼複雜術語？男人嘅髮妻就係你一生最強嘅氣場靠山，最穩嘅運勢基石，專門幫你鎮住福氣底，擋災禍，平衡財運。有福妻兜底，你先可以扛得住大富大貴，盛名厚利。一旦你拋棄糟糠趕走福星，就等於打碎咗自己嘅運勢屏障。後續你賺到嘅巨額財富、收骨嘅頂級名氣，都會變成壓垮你身體嘅重擔。冇人幫你分擔，冇人幫你抵擋，所有風雨劫難、氣場耗損，都要你自己獨自硬扛。年輕時體質強盛、元氣充足，仲可以勉強撐住透支運勢。一旦年紀增積，體能衰退，元氣快速耗盡，身體同運勢就會雙線崩塌，鐵底笨廢落敗。就係點解同樣係搏命拍戲、一身傷患嘅功夫明星，其他人晚年依然精神絕郎、福氣萬丈，唯獨李連杰垮得如此之快、如此之鐵底。肉體嘅傷只係細節，心上嘅債、命中嘅業先係壓垮佢嘅根本。大家話係咪？2004年嘅南亞海藝係佢一生命運嘅最大轉折點，亦都係佢真正恐會嘅開始。當時佢帶住家人喺馬爾代夫度假，突遇百年一遇嘅超級海蟻，滾海水瞬間吞沒酒店，直至一切危急。關頭佢緊抱年幼女日喺混亂洪水中拼命掙扎幾次險，被巨浪自走，葬身大海。最後忽揸住一棵大樹，先至留翻一條性命。死裏逃生之後，佢成個人鐵底變晒。以前嘅佢心高氣傲，自命不凡，以為自己有錢有名有勢有術就可以擺平世間一切風雨，躲開所有災禍，大把手段，大把符數可以自救。但直面過生死無常、自然威力之後，佢先至真正驚慌，真正清醒。喺天意同因果面前，幾百億身家蓋世武功，萬人敬仰，統統都不堪一擊，一文不值，生死關頭，財富名氣半點幫唔到手，唯有福氣先可以護人周全。從此之後，佢開始瘋狂信佛，虔心拜師，四處結緣，不惜擲落天價重金，請嚟一枚價值連城嘅九眼天珠。從此無論出入任何伙兒，日夜起居，從不離身，寸步不雜。與此同時，佢全力深耕慈善，創立基金，四處捐書，對外宣布100年之後將100億身家全數攞捐，分文不留。好多人媒體大肆讚美，話佢大徹大悟，看透紅塵，慈悲為懷，係娛樂圈難得嘅大善人。但係看透江湖規律，明白因果之道嘅人都知，呢啲從來都唔係單純嘅善心，只係經歷之後嘅破財蕩災，係同命運討價還價嘅無奈舉措。佢心裏清清楚楚，自己前半生做落嘅情業，低欠嘅福報太重，單靠洗血換氣、名醫調理，根本續唔到命，解唔到劫。佢真係怕咗，怕因果清算，怕晚景滿糧，怕無力償還舊債，所以先至拼命積德布施、虔心禮佛，想用後半生嘅慈悲善舉抵消前半生嘅薄情寡義，想用擲出去嘅100億財富換幾年安穩陽壽，換一世心安理得。但係因果從來都唔講人情，唔收買賣。呢世間最貴嘅債，從來都唔係金錢可以償還嘅。你當年親手推開嘅，狠心辜負嘅，係用青春同性命護你周全嘅人。你當年親手打碎嘅，係自己一生最珍貴、最稀缺嘅福氣。幾億天珠戴滿終身，100億身家悉數捐出，日日禮佛積德，都換唔翻當年嘅人心，補唔翻曾經嘅低欠，燒唔掉刻骨嘅因果。呢啲年佢日日禮佛，年年布施，身配天珠，廣結善緣，身體卻一年比一年變敗，一年比一年憔悴。原因好簡單。外在嘅積德只能化解外在嘅災國，化解唔到心底嘅業債，內心嘅愧疚，半生嘅泥欠，一世嘅不安，早已深入骨髓，融入命格，從此日夜連身，無處可逃。前半生佢搏命練武，瘋狂拍戲，拿性命換名利，拿良心換風光。後半生佢耗盡財富，虔心禮佛，拿金錢換壽命，拿布施換心安。少年氣盛嘅時候，佢信奉我命，由我不由天，覺得萬事可憎，萬物可得。晚年睇虛神散嘅時候，先至徹底明白江湖最硬嘅規矩，從來都係因果輪迴，善惡有報，冇人可以例外，冇人可以逃脫。其實世間每個人嘅命運都逃唔開呢個迴旋緊，你一生嘅所作所為、所遇所格，最終都會100%返還到自己身上。善待他人，珍惜真心，就係默默積福，悄悄互運。辜負真心，薄情寡義，就係自斷福路，自種過根。從來冇無端嘅好運，亦都冇無端嘅厄運。所有榮枯興衰、貧富壽夭，通通都係自己一手寫低嘅因果注。
好多人年輕嘅時候總係睇唔透，覺得真心廉價情義無用，唯有錢財名利先係最實在。發達之後嫌棄身邊共苦之人平凡普通，配唔上自己嘅風光，執意負氣糟糠，追逐新歡甜戀美色，以為從此可以平步青雲完美人生，卻不知你最落魄時陪你捱苦，最平凡時對你不離不棄嘅人，先係你命中最珍貴嘅貴人，最厚重嘅福氣，最堅實嘅護身符。你親手將呢份福氣推開嘅一刻，就已經透支咗一生嘅好運，斷咗自己嘅運勢根基，後續所有嘅風光無限名利雙收，都係空中樓閣鏡花水月，看似輝煌，實則虛耗。等到年華老去，元氣耗盡，所有隱藏嘅劫數積壓嘅孽債就會一次性爆發，身體崩塌，心神空虛，晚景淒涼，到時先至後悔，早就為時已晚。人這一輩子最大嘅財富從來都唔係幾多身家幾多名利，而係身邊有不離不棄之人，心中有問心無愧之坦然，有真心人相伴，就算住地下室食粗茶淡飯，日子都踏實心安，夜未無憂。冇咗呢份真心與情義，就算住億萬豪宅，享盡榮華富貴，心底永遠有個填唔滿嘅窟窿，終日風雨飄搖，不得安寧。大家睇翻李連杰呢一生就通透晒幾億蚊嘅狗眼天珠，日日戴喺頸，100億身家全數捐出去做慈善。好多人話佢大徹大悟，慈悲為懷，其實邊係大方啊？佢係驚，係真係怕咗。佢係同時間賽跑，同因果講數，以為捐夠錢積夠德就可以買翻幾年陽壽。但係呢個世道，因果幾時收過買路錢？出得嚟行，預咗要還。人世間所有嘅相遇與辜負，終究都會一筆一筆算翻你自己身上。大家一定要記住，今日你輕易推開嗰個陪你捱盡苦頭嘅人，好可能就係你呢一世最後僅存嘅嗰分福氣。